8月21號，比亞迪香港帶嚟咗兩款重磅車型，其一就係呢款 Atto One，價錢係169,360，係目前比亞迪家族最入門嘅車款。講就咁講，但係個內籠用料啊、做工啊都係唔錯嘅。唔好睇佢車一細細，佢係可以坐到5個人㗎。當然始終都係得1720mm闊，後排中間個位就真係要屈就一下啦。設備上就比較偏向實用性啦，好似無線叉電、360度鏡頭，佢都係俾到你嘅。當然我覺得呢部車最突出都係佢嘅外形，真係有某款超級跑車嘅影子喎。而另一款就係 M9 DMI 啦，兩隻型號早鳥價咧就428800起。呢部車喺之前嘅香港國際汽車博覽會都有出現過㗎，定位係偏向豪華商務嘅，車內空間就唔需要多講啦，設備亦都相當齊全，好似第二排電動按摩凳、15.6寸嘅吸頂芒等等，佢都係俾到你嘅。動力方面亦都係呢款車嘅一個賣點，佢係用咗一套 1500cc Turbo 加電機電池組成嘅 DMI 插電混能系統，其中 Premium 版係大電，插滿電可以行145公里。唔使諗啊，呢部車最大嘅競爭對手就係 GAC 嘅 E9 PHEV 啦。之後 Bitauto 亦都會做兩款車嘅實拍同埋試車片，大家記得關注啦。